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。今日我想同你玩一個猜字遊戲。我會喺呢本字字有意思呢本書揀一篇文章讀俾你哋聽，跟住你哋就要估個字係咩啦。白天太陽想着月亮，晚上月亮想着太陽，他們喜歡對方，卻不能在一起。好心的文字精靈，讓他們在文字裏相會。哇！太陽月亮一牽手，全世界都大放光明。你哋估唔估到係咩字啊？我俾啲 tips 你啊！日加月係個咩字啊？係個名字啊！呢個故事嚟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